500万，咱中了！老头子，你在说什么梦话？快给浩儿打电话！先别打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不告诉孩子，先别打，我有话说。雨琴，这500万我不打算告诉他们，我要装病，就说做手术差最后1万块，跟他们2个借，谁肯出这1万，这500万将来就全是谁的。哎，你干嘛？穿你那件打补丁的旧架子，越破越好。今天进城，咱就是2个一无所有的穷老头老太婆。浩儿他不至于吧？那是咱亲生的。至于不至于，进了城就知道。老猴子，浩儿住这儿。干什么的？我儿子住这儿，王浩，18栋的。王浩，王经理，他是我儿子，麻烦给打个电话。2个老人喘得很。王先生说：“你们先在这儿等着，他一会儿下来。”爸妈，你们来了，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？打了没接？哦，走吧，上去说。爸妈换上鞋套再进来。刚做完保洁，这地毯一旦踩脏了，保洁费又是1、2千。喝点水吗？玻璃杯重，怕你们摔了。浩儿，爸来是有件事儿。啥事儿说吧。爸前阵子查出点毛病，县医院的诊断书你看看。做手术的钱，我跟你妈攒的差不多了，就差最后1万块。爸想跟你借1万应应急，等缓过来就还你。爸，不是我不孝，你也知道我这边压力多大，房贷1个月1万5，车贷7000，我跟韩芳2个人手头真没多少，就1万，你爸手术就差这最后1万了。妈，你们县里有医保，这病非得来城里治，回县医院不行吗？王姐呀，哎对，那个限量款包到了，3万8对吧？我现在就转给你。爸妈先看会儿电视，我有点工作的事要处理。浩儿，你看看县医院盖的章，爸不是骗你。现在这种假报告满天飞，网上几10块就能办，谁知道真假？这是你爸去县医院一项一项查出来的，咋会是假的？妈，我没说一定是假的，谁敢随便信？喂，老张啊，房贷车贷压得喘不过气，那5万能不能匀我2万周转？你也紧？哎，行。妈，我真拿不出来，自己都得到处借钱。那爸不为难你，能拿多少是多少。爸，这200你拿着打车回乡下吧。浩儿，你爸做手术真就差这1万了，你要是不信，明天跟妈回县医院。妈，房贷1万5，车贷7000，我跟韩芳刚够开销，1万块真不是我抠，是真没有。芳啊，你刚才给人转了多少钱来着？那是买包的钱，3万8。浩儿，你媳妇儿眼睛都不眨，转3万8买包，你这边连1万块去救命钱都拿不出来，这账爸算不明白。爸，那是他的钱，我们挣的是我们的钱，凭什么你说要就得要？好，是你们的钱，这200块爸还给你，我们父子之间的账今天清了。浩儿，你记着今天。什么人啊，穷还穷得这么大脾气。浩儿，你是不是？我跟你们说，赶紧回乡下去，别在我这小区里晃悠。看看你们这身打扮，要是让邻居知道这是我爸妈，我这张脸往哪儿搁？我在竞聘副总监，你们穿成要饭的，在这儿多待1天，我那升职还要不要了？
浩儿，这点钱是妈攒的，你拿着补贴家用。你干什么？我缺你这点钱吗？赶紧收起来！别捡了，走。老头子，咱们去哪儿？去，让他给口热水，雨停了咱就走。浩儿，妈知道你在家，妈不进屋，妈就在门口蹲着，给条干毛巾就行。哎，爸妈真不巧，有客人多不方便。前面路口有个快捷酒店，你们去开个房住一晚。老头子他不开门，他真的不开门。不开就不开，走，咱不在这儿丢人。我的镯子呢？我的金镯子刚才还在手上呢，怎么倒个垃圾就没了？你们两个一直在这儿杵着，还能有谁？不是我没看见什么镯子。没看见？那镯子5万多，你们这种人一辈子没见过，能不动心？怎么了这是？他把我金镯子偷了，那就让我搜。你要是没拿，把这破袋子打开看看。你血口喷人！我活了60多岁，没拿过别人一针一线。看见没？他不敢让我搜，心里没鬼，他躲什么？王浩，你倒是管管啊！妈，你要是不小心拿了当成自己的了，你就还给韩芳，别把事情闹大啊。浩儿妈的袋子里就这些，妈这辈子从来没偷过东西啊。没在袋子里不代表没在身上，说不定塞兜里藏怀里了呢。我看就得报警，让警察来搜身。韩太太，这个是不是你的镯子？我刚在你家洗手间台面上看见的。行了行了，找到了就行了。谁让你们俩穿成这样蹲在我家门口的？换谁不多想？妈妈，地上的东西你收拾收拾行了，没事就赶紧走吧。这都几点了，邻居全被吵出来了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回家吧，这城里不是咱该来的地方。老头子，咱们走吧。王勇是捡回来的，亲生的都把咱当贼，他一个外姓孩子能要？没事，怎么知道？就是这儿。爸妈，你们咋来了？咋淋成这样？咋不打个电话叫我去接？勇儿，先别说话，先上楼吧。您这身上凉透了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能走6层楼呢。您淋了这么久，腿脚再一抽筋，可咋整？快上来听话。妈，您扶着栏杆慢慢跟上来，我背完爸就下来接您。我去接妈。勇儿，我跟你妈大老远跑这一趟，你哥那边条件好，你咋不问问我们，咋不去你哥那儿住？爸，您说哪儿的话？我哥那边条件是好，可你们既然来了我这儿，哪有再往外赶的道理？是不是我哥那边住着不舒坦？
没事儿，在我这儿虽说挤了点儿，但热乎。秀玲，快！爸妈来了，淋透了，赶紧找2身干衣裳，再烧壶热水，多放点姜。爸妈，你俩别站着，先进屋。你俩睡里屋那张床，我跟秀儿打地铺，没事儿。我俩年轻，扛得住。你们先把湿衣裳换了，我这就去给你们煮姜汤驱寒，喝了发汗，可不能落下病根儿。妈，被子刚晒过，暖和。脚还凉着呢。我去给你烫个脚。哎，不用不用，你忙你的。爸，这是谁呀？大宝，去给奶奶倒杯热水，轻点别烫着。奶奶给你喝水。爸，泡泡脚，去寒气。哎，我自己来。您别动，我来。凉透了得多泡一会儿。爸，你们住这儿多久了？搬来4年了。原来那个便宜，这个近一点儿，骑车去店里10分钟。多了勇儿，你这出租屋加上大宝上学，1个月花销不少吧？租金800，大宝舞动费200，再加上吃喝也就2、3千，够了，不紧。他娘，爸，你没睡，等我呢。我有话跟你说。爸前阵子身体查出点毛病，医生说要住院做手术。你妈这些年攒的钱差不多凑够了，就差最后1万块。爸想跟你借1万，等缓过来一定还你。爸给您1万2，多出的2000，您抓药买营养品用。勇儿大宝的学费，您是我爸，您有难处我不能不管。学费的事儿我想办法，您别操这个心。去哪儿了？店里来了辆大货车，活多，老板让加班，刚忙完加班。码头，康沙，1晚200，我算过了，再干50天，大宝的学费就挣回来了。50天，白天修车，晚上扛沙袋，扛得住。我年轻没事儿。几点了，勇儿还没回来？回来了，睡吧。他娘，我想好了。爷爷给你。给我？
爷爷用这个，这是你的压岁钱，平时买冰棍儿的钱我都存里头了。攒了好久好久了。爷爷治病比买冰棍重要，爷爷不够吗？够了，爷爷不要，你替爷爷好好存着。他娘，把衣裳换一下。去哪儿？去公证所。请36号到2号窗。妈，您别忙这些，我来。让妈弄，闲不住，去洗手。马上吃饭。这是勇儿啊，这是市电视台的记者，你爸是出了名的大奖得主，台里说要做一期节目，让大伙儿沾沾喜气。让人家进来坐。这笔钱您打算怎么用？已经安排好了，给家里人，给最该给的人。怎么安排的？爸，您中了500万。那您跟我借那12000，借归借，两码事儿。韩芳，你过来看一下这个，这是不是我爸？什么事啊，大惊小怪的。500万是他？真是你爸中了500万？我爸中了，那天他生了病，跑来跟我借1万块，揣着500万跑来跟我借1万块，他根本不是真没钱，他是故意的，他是来试探咱们的。哎呦我的天，1万块换500万，咱们当时怎么就还……浩浩，你坐着垂头丧气有什么用？钱还在你爸手里呢，又没真出去。你是亲儿子，把老人哄高兴了，500万还不顺理成章落到你头上？对，我是亲生，那钱本来就该是我的。赶紧的，今晚就过去，千万别提上次的事儿。哥嫂子，你们咋来了？永弟，哥来看看爸妈。看看你们一家，永弟快接着，都是给爸妈和大宝买的。拿着拿着。妈妈可想死我了。上次那事儿是我糊涂，是混账，你二老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爸，我这次来是真心实意接您和妈回去享福的，把您二老接到我那儿，房子大，环境好。对对对，爸妈，您二老跟着永弟住这种地方，又挤又冷的，多遭罪，回我们那儿享清福去。您倒是说句话呀！您要是还生气，就骂我2句啊！
浩儿，爸问你一句话。爸，您说，您说。你今天来是接我这个人，还是接我那500万？爸，您怎么能把儿子想得这么不堪呢？我要是为那500万来的，上次爸给你借1万块救命钱，你给了多少？200，说让爸打车回乡下。那是因为我当时手头紧。这是你转给爸的，转账200元，已退还。爸当场又退给了你，这记录还在这儿。你媳妇儿那天当着爸妈的面儿，眼睛都不眨赚了3万8，出去买个包。那天夜里下大雨，你们隔着门装作不在家，丢了个镯子，逼着你妈当众解开麻袋搜身。这笔账爸该怎么记？爸，那都是误会，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爸，那500万本来就该是王浩的，他是您亲生的，那钱给亲儿子天经地义。韩芳，你闭嘴！原来如此，我就说怎么这么巧，采访前脚刚播出，你们后脚就拎着大包小包孝顺上门了。那钱的事儿，你媳妇儿没跟你说？什么？说那500万我已经全给王勇了。全给王勇了？爸，您说什么呢？那可是500万！一分不少全给了王勇和秀玲，公证处办的手续，盖了章的。不可能，那是您的钱，凭什么给一个外人？我才是您亲生的儿子。外人他本来就是外人，他是您从路边捡回来的，跟咱们家半点血缘都没有。这钱给他，您是疯了吗？就是王勇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算老几？你不过是个捡来的野种。爸妈一时心善收留了你，你还真当自己是这家的人了。这500万跟你姓王还是姓什么都没关系，你根本就不是王家的种。我是不是王家的种，我自己清楚。我3岁被人扔在村口，是爸妈把我一口饭喂大的。我这条命是他们给的。这些年我没本事挣大钱，可我从来没忘过是谁给了我一个家。我从来没想过爸的1分钱，那1万2是我心甘情愿的。这500万我到刚才知道有这回事儿。爸，这钱我不要，您收回去。您把钱给我，倒让我成了别人嘴里的白眼狼。这钱我不能要。勇儿，起来！你们听好了，这钱是我的，我挣着也好，种着也好，是我的，我想给就给谁，轮不到任何人来教我。至于你，你今天来不是接你爹，是来抢钱的。这钱我1分都不会给你。好啊，你们一个个的合起伙来对付我。这钱我不信调不回来，咱们走法律程序。我不信这钱能落到一个野种手里。律师，您说我是他亲生的儿子，这钱我有继承权吧？这赠与我能不能告？能不能撤销？您父亲办的是赠与公证吗？是，听说去公证处盖了章。王先生，我跟您说实话，免得您花冤枉钱。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和普通的口头赠与不一样，法律上公证赠与一旦办理完成，赠有人就不能随意撤销了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这笔钱从公证那一刻起，法律上就已经属于您说的那个养子了。除非您能拿出证据证明父亲神志不清、受到胁迫，或者那个养子有重大违法，否则撤不了。我爸神志清楚得很，那就更难办了。法律保护的是赠纸人个人的意愿，不是血缘关系。那我的继承权呢？我是他亲儿子。
继承是在被继承人去世之后而言的，他现在健在，愿意把钱给谁是他的自由。那就没别的办法了。硬碰硬没胜数，除非那个养子自己出了问题，比如品行败坏被曝光，让老人改变主意。但不建议您赌完了。撤销不了，那500万要不回来了。撤销不了，硬来没胜算。那律师只说了一半，他不是说了吗？除非那个养子品行败坏被人曝光，等不来，咱们就给他造一个。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王勇不是靠装好人上电视吗？那我就让全网都看看这个大孝子到底是个什么货色。姐，您这单子想怎么做？我要你把这些剪成一个视频。农村养子骗走父母500万巨产，住着豪宅开好车，却让亲生父母穿得跟要饭的样，住破屋还把亲儿子赶出家门。姐，您这素材跟您说的好像对不上啊，这老人看着挺和睦的呀。对不对不上是你的事，我要的是效果。剪辑配字写文案你最拿手不是吗？把老人那些穿得破的照片放大，配上煽情的字，再找几个号一起转，把声势造起来。接线，这活儿我熟。剪辑一拼，文案一带，普通人哪分得清真假？保准让这养子一夜之间变成全网喊打的过街老鼠。姐，标题怎么写？标题越狠越好。明白，就叫农村养子霸占父母500万，亲儿子被扫地出门，老人沦落住破屋。韩芳，这也太假了！咱爸住王勇家是他自己愿意的，这要是发出去，万一被人查出来是咱们干的，咱们也跑不了啊！查谁？我用的全是外地买来的小号 ，IP 都做了处理，神仙也查不到咱们头上。可这毕竟是造谣。造谣怎么了？王浩，你别在这当好人！你要是个男人，就该想办法把那钱要回来。整不倒他，咱们这辈子就这么完了。可万一你不敢，我来。你再想想，这事一旦发出去就收不回来了。收不回来才好。我就是要让全网都盯着王勇，看被人骂成什么样。到时候8一改主意，那500万就还是咱们的。老板，那视频是假的，是有人造谣。勇呀，你先别来上班了，等这事儿过去了再说啊。咋这么早回来了？店里不用去了，今天没什么活儿。爸爸知道，爸信你，爸会还你一个公道。就是他骗老人钱的。勇子媳妇儿一家子都不是好东西。哎，我说，连自己爹妈的养老钱都骗，离我家孩子远点儿，别带坏了我们家娃。那视频是假的，是有人故意造谣，假的，全网几10万人看见了，脸皮比城墙还厚。妈妈，他们都不跟我玩了，他们说我爸爸是骗子，还说我是……小孩子说话最实在了，大人做的好事，连累孩子抬不起头。你怎么能对一个孩子说这种话？他才几岁呢？你们的良心呢？哟，急了，我说错了吗？这叫报应，报应。大宝告诉爸，是谁说你是坏人，养的小孩？好多人，爸爸，
你是不是真的骗了爷爷奶奶的钱？爸，我查清楚了，最先发视频的号注册地全指向王浩他们住的片区，是他们骂我能忍，抢钱我还回去，就是可大宝才几岁啊，凭什么让一个孩子承受这些？韩放为了那500万，连一个孩子都不放过。爸跟他们讲什么道理？他们造谣抹黑，连大宝都不放过，咱们直接报警，难道就这么忍着，看着大宝被人戳脊梁骨？喂，是族长吗？我是有才，我有件事要在祠堂办，把全族的人都叫上，坐下。人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，是动脑子的时候。那天在你哥家，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在这里头。爸，您那时候就录了，您早就料到会有今天？料不到，我只是知道，有些人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从来不是一回事。爸，哭什么？证据齐了，人也快到齐了。急什么？全网都在骂王勇。老头子眼看着好儿子被戳脊梁骨，还能稳得住？用不了几天，准得改主意。喂，浩啊，你爸让我通知你一声，这周末王家祠堂开祠。开祠堂？开祠堂干啥？这账可不小啊，你俩自己掂量着办。怎么办？我爸要开祠堂，把全族的人都叫上了。哼，开得正好，老头子要点脸，这500万十有八九得给你走。挑2身体面衣裳，咱们风风光光的回去。这都多少年没开祠堂了？听说是有才家的事儿。人越多越好，看他怎么不给亲儿子留脸面。爸，您找我们来是有话说。站过去。王氏一族今日开祠。所谓家事，有才。从头到尾就2个字：试探。我揣着500万装病，去找我那2个儿子，借最后1万救命钱。他就给我转了200块，说拿着打车回乡下吧。王姐呀，那个包到了，3万8是吧？3万8的包，眼睛不眨，亲爹1万救命钱，只值200打发费。浩儿，那是你亲爹求你借钱，你200块钱就给人打发了，买包3万8却连眼睛都不眨。还有一件事，网上那条骂王勇的视频，这是专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果。话是这么说，可网上那个视频我也看了。对呀，爸，那视频全网都传开了，那么多人说王勇有问题。正要说这个，你们看 IP 剪辑账号全部棉城级的，经查实都拼接实名注册，信息指向韩方。不是我，那报告是伪造的，凭什么说是我干的？你骂我，我忍了；你抢钱我也认了；你造谣我也认了。可大宝才6岁，他回来问我爸爸是不是骗子，韩方他做错了什么？够了！你还有脸狡辩？连6岁的孩子都不放过，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？500万赠与公证书，全额赠与王勇、雪玲夫妻。假的，这是假的！凭什么？那500万凭什么给一个野种？这钱本来就该是他的。您被骗了，您糊涂了。您现在反悔还来得及，咱们去公证处把这个撤了。撤不掉，这是我自愿立下的，也是经过公证的，谁也改不了。浩儿，你恨爸爸，我知道，
你想想，你凭什么要这钱？凭你给了爸200块打发费，凭你看着你妈被人搜身，帮腔逼她认罪。爸问你最后一句话，你还认我这个爸吗？爸，我错了。什么时候真心回头，家里的门永远为你开。韩芳女士，接到实名举报，您在网络平台发布涉嫌诽谤他人的视频。不是我，你们认错人了，那视频跟我没关系。实名注册信息和您的身份证号码一致。王浩，你说话呀！你去跟他们解释。韩芳，你自己做的事，自己去说清楚。王浩，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，那500万本来就是你的，你就这么看着我？让他静静。王浩，你之前为了升职，通过中间让王处长送的事，昨天有人向纪检实名举报了，公司已经调查。你今天来一趟，把离职手续办了吧。再见了。嫁给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错。王浩先生，王勇已就网络诽谤一事正式报案，我们需要向您了解情况，请配合。离婚协议你签了吗？我让律师去公证处约了时间。后天上午，知道了。爸妈，我错了。
爸妈，我做错了。你以前干啥的？上班的。带上，别磨破了。老头子，你看，老头子，浩儿知道错了，你让永儿去找找他吧。再等等。我去找找我哥吧。去吧。哥，我没脸回去。爸说了，什么时候真心知错，家里的门永远为你开。我知错有什么用？我让妈跪在地上翻麻袋，我让爸走货梯，我隔着门把他们关在雨里。韩芳骂你，我没拦。大宝被欺负是我们害的，我有什么脸回去？哥，你记不记得我刚被你们抱回家那年，你嫌我脏不跟我玩，后来你偷偷把自己的糖分给我，还不让我跟爸妈说。那时候我就知道你不坏。还认我吗？认。你永远是他儿子。永儿，对不起。我知道。大伯，你来了。来了。爸妈，我敬你们这杯，是我赔罪的。我嫌贫爱富，我没资格说孝顺，但我后悔了。坐下吃饭。哥，这500万我想开个汽修厂，可我没文化，账目不在行，你来帮我管账好不好？永儿，你为什么还愿意认我当哥？就因为你是我哥这一个理由。好，3、2、1，奶奶，叔叔说以后我长大了可以接班。